是巧克力。大家好，我是向日葵，不要从这礼拜其他室友你们两个在看什么啊？我们在看实况啊。这礼拜室友时间谱，我的小嘅係今日係实况组。食饭碰新闻，第一道人的屋卡都看得到安尼一方面。全部现场世界前夕，今早接送的电视新闻上都看得到。谈谈天龙的进步，名录几内进步片，不但将传统的电子媒体做得做直播，也一般用名录的人来做得安尼做，故作以为新的实况转播方式韩国类型。其中一个动手放人的，就是转播线上游戏的即时方面。韩国大家对一道游戏娱乐相关的事情来做了解，谈谈时代的改变，行通名录的进步，用行家导用的方式，做得随时同大家分享丰富又精彩的成分。明看啊，我就也同學是次個線上實況轉播嘛，我就有看過嘛呢。也沒面世人的簽名會喲，也係電腦遊戲實況組同時非正見面會，實況組也係按數分樣，係幾多小朋友會共下討論的話題。見面日按照來看啊，上來一道小 fans 有機會實況組誒。拍到說先前嚟做啲調查，冇想到我看實況組嘅同學有83%客家當日都有看呢，都係忠實嘅 fans。人家就嚟談看啦，一啲同學對實況組嘅看法。實況可以帶給我一個很大的歡樂。我覺得它應該對我是娛樂。實況就是分享，還有讓觀眾可以看到自己喜歡的東西。我看過彩妝，然後就是在介紹一些化妝用品，然後跟它的實用性，還有就是畫上他喜歡的那些妝，然後出去看它持久性。我曾經看過玩那個電玩，就例如說當個創世神之類的，他的影片都會有特定的品質，然後他會去做後製。主要內容就是拍一些他們在做一些小短片，然後他們的小短片通常是就是還蠻搞笑的，我很喜歡。我一周會花7天在這上面，每天看1到2小時吧。只要有我喜歡看的影片，我就會點進去觀賞。每天都有上傳的話，一個禮拜就會7天都會看呢。一天差不多2-3個小時吧。我覺得好的實況組應該要那個，就是他每一部影片應該要有後製，也要有非常好的口頭。如果他們講的話不討喜，就沒有人會想訂閱他們。可能用電腦時間會比較長，然後眼睛可能會比較不好這樣。其實我有在當實況組，就是因為我覺得那個實況組這樣拍片，就是娛樂大家也不錯這樣。可我訂閱人數現在很少，如果想看我影片，就在 YouTube 查一下呢，查阿贊。我也有自己在拍實況，我也想要成為實況組。我已經開始放上跟朋友的一些互動。我自己也有在做實況，然後我拍的類型是電玩的類型，因為我看了就是一些實況組之後，其實還蠻有興趣的。實況組對一度嘅小朋友早就有當真嘅影響嘅，也個新發展起來嘅娛樂係推得嚟安排小朋友下課過後會做嘅事情。韓國實況組咪係一度小朋友當歡嘅人。老實講，係講唔係之前嘅節目講嘅生活世界，阿只是小嘅個實況組，我真嘅唔知佢係乜嘅。所以進一步的自信，來，巧克力幫我們介紹一下好不好？你知道實況組嗎？調查人是台北的232位小六生，裡面有48%是知道而且有在看，然後有38%是不知道，有14%是知道但是沒看過。我是不知道的。我也是不知道。
两位我们是知道其实有在看，而且喜欢到破表，什么叫做破表？一天有8天都在看。一天有8天都在看，你语无伦次啊！每天都在看啊。然后期末、期中考的话，可能不会看，或是只看20分钟或30分钟。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就是他们在玩游戏的时候会有一些反应啊，像是有些人玩恐怖游戏的时候被吓到，那他当时的反应就可能会比较好笑，因为你都已经知道哪边会有惊吓点，那你看他的反应就会感觉更加的搞笑之类的。有些游戏就是它就是封面做的漂漂亮亮，就你花钱去买之后，就里面超烂的。然后你看到那个实况组在玩游戏之后，你就可以知道他的游戏到底好不好，然后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买。而且台湾知名的实况组不止一个，对不对？来，我们来看有哪一些受欢迎的。第2个调查是你会看哪个实况组，然后调查的人一样也是台北的232位小六生，有80个人选武秋风，有80个人选老皮，有66个人选鱼竿。哎呦，武秋风跟老皮并列第一耶。武秋风的话，他的就是他讲话会相较于其他实况组比来，他对于游戏的评价会比较直一点，可是不会到伤害那个游戏。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去了解那个游戏带来什么，而且他在实况的时候笑点算是比较多的那一种，就是可能会讲一些平常的笑话，就是平常的事情。那游戏里面发生的剧情，他可能也会稍微的吐槽一下之类的。对，你呢？你的观察呢，阿哲？他不会骂脏话。哦，这是吸引你的点，所以很多实况组会口无遮拦。有时候会你看那一类的实况吗？还好，就其实我个人是喜欢人，不是他的语词。不会觉得说花太多时间在那上面了吗？不会，绝对不会。不会觉得说这对眼睛是一个不好的伤害吗？会。你看实况组之后，你度数有没有增加？2位有，真的是哈。那怎么办？继续看，继续看哈。来，我们在小欧事件部里面，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其实这个柚子也在现场嘛，对不对？去访问鼎鼎大名的武秋风，到底访问进行的如何？看下来看这个礼拜4位台天虫。唐安道为看实况组的同学，伊也有意见。其实4位当中也有人是忠实的粉丝哦。现在小记者们位于知名实况组武秋风家楼下，他是我们的偶像。我们现在要去采访他喽。4位斯坎普 ，Let's go！ 看见到冲嗲嗲的，想要看到实况组家下会发生的哪个事情？我拿到了，是什么？拿到就是武秋风拿到就是那个订阅或者是观看次数达到一定的那个次数的时候，那你会送明信片。那你为什么刚刚要抱着头？因为我觉得我快崩溃了。要哭了吗？4位听到讲的，不少实况组对忠实的粉丝来讲，做呢个就像面试中的暗有魅力。也下研究在堂课呢，实况组大白实况家下还有那条年底而先准备某就贴片辛苦的事情。如果有国高中生就是想要去做实况组，那你会给他建议，还是你觉得在那种年纪做实况会有点不妥之类的？因为我发现很多就是国中高中生也有拍片，可是他们不剪，然后就录完就直接丢上去。可是其实这样子这种影片比较没有人要看。那如果你要就像反应很快的话，那你就要多念书，就是你要念很多书，饱读诗书之后，你才有肚子里面有墨水，才可以跟观众讲。你现在粉丝这么多人，那你认为这些粉丝里面都是一些怎么样的人？年龄啊，或是之类的？大部分的还是18岁以下啦，就是还未成年，就是还在就学年龄的。那一天花多少时间在实况上面？然后大概都做些什么？我一天大概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这个啦。单纯是在拍游戏或者剪片的话，一定都有8小时以上啊。对，然后要开直播。那就是很多人说做实况这个行业，那人际关系或者是视力啊，身体可能会不好。那你觉得这种说法是夸大其词，还是你认同这种说法？很容易作息不正常啊。像我一天至少都要花很多时间来剪片、拍片，
那如果你没有全职做这个，其实很难达到这个地方啊。对。好，您在当实况组时，有没有家人或是朋友支持你，或者是觉得你这样做决定不好？我妈妈是到现在都没有支持，从头到尾都就是觉得这个不好，这个不好，因为她会担心你收入不稳定啊。那你当实况主播那么久，有没有受到什么挫折，或者想要放弃？压力或是怎么样，就是都大部分来自留言啊，就是你可能会有人催骗啊，或是希望你说，这里做不好，那里做不好啊，觉得你哪里做不好。作为实况主，我懂什么？2點鐘嘅遊戲影片，我用6到8點鐘來製作，俾到啲固定嘅時間做出影片，接上都冇乜嘅衰磨。影片用到名錄控告後，還會面對唔好嘅反語攻擊。故所作為實況主，除咗我曉得攝影片還個剪輯，還會啲我用嚟面對大家講唔好聽嘅話。很显然，今天的小欧立场乡有2个阵营，喜欢实况组的，不了解实况组的。好了，假设你们2位这么有兴趣，第一个问题我请教一下：如果日后你想要成为实况主的话，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讲的难度高不高？难度很高的站在5的阶梯，没什么难度站在1的阶梯。来，阿哲、柚子，请上立场箱。1、2、3、4、5，两位的立场，阿哲难度还颇高的，然后柚子好像对自己蛮有信心的。哎，阿哲，你说看看。我个人认识的人游戏不太多，然后我觉得我要成为实况主，我必须把 EQ 练得好一点，认识的游戏多一点，然后看一看实况主他们介绍的游戏。柚子嘞，就觉得普通是因为常常在看实况组，那认识的游戏种类就是随着实况组我看实况组人数增加，那我知道游戏种类就会越来越多。那这样子的话，进来我已经知道就是实况种类，那又听到武秋风哥哥的建议，那这样子的话，我只要再稍微让我的 EQ 好一点，然后学会剪片的技巧，然后就是临场反应再可能去训练一下吧。那这样的话，成为实况组应该不算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就克服困难这个层面 ，OK， 你觉得你没有问题？那在你们心里面，2位一起回答这个问题：你究竟有多想成为一名实况主？阿哲还是不愿意改变，4分。柚子，你有多想成为实况主？很想，超想。理由是什么？我想把它当成一个正业，然后把它。靠它为生，对，靠它为生。如果要当实况主的话，我一开始应该是会稍微投入一点，就是不像是兴趣那样摆在一边想做就做。如果之后就是观看人数或订阅人数会稳定的增加，那我可能就会越来越投入进去那一个行业。那如果最后真的会有钱拿，或者是有很多人在看，那我可能可能不太会去想未来要去做除了实况组以外的行业，就专心做实况组这件事情。那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靠着实况组就是实况组这个行业为生。柚子講到實況組嘅屬業其實係按呢來嘅，之前 YouTube 也有實況頻道，微信有幾多位觀眾來看實況組，根本也有廣告嘅屬業，也到年看就賺越多錢咯。第二，遊戲公司未必贊助有名嘅實況組，除咗送幾多遊戲，未必根本幾多一筆遊戲嘅廣告費。不過唔是冇留到，而是也投入要按改。做實況組而做到懂有名嘅人，真見懂笑呢。有时候觉得现实很残酷，就是比如说人气很低，观看数很低，然后就没有钱领，那就去做别的事，去做别的工作吧。巧克力，我们异国的，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他们有多想，但是你看了2位这个阿宅同学，他们对实况组这么强烈的欲望，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你有什么感受？当一个粉丝竟然会很想要去投入说当实况组的工作，我觉得蛮不可思议的，因为就只是看别人打，可是你不知道他背后的辛苦跟还有一些之类。虽然他有跟你们讲，可你们没有亲身去体验过，所以
想要这么容易当上实况组，可能还是有点难吧。好，你看到吼，现场有2排，一排係記得上來變做實況組嘅，嗱一排我哋翹起嚟2個人對你嘅專業係冇了解嘅，所以稍後咧先歇困一下，講過之後，強下來看呢個禮拜嘅社會看世界。在採訪過後，吳秋峰就到相片表到假 Facebook， 天天就有懂得為粉絲來比咯。希望電視機頭前的我看到過後，未會行較了解，做電視控組愛結3萬嘅。反正節目現場就是來看2禮拜社會看世界限期團相片的單元。來，第一張照片，嘿，看清楚了。2個驚嘆號，底下是什麼？人吧。OK， 然後現場有一隻被放大的動物。那是什麼鹿？鹿？不是鹿？不是鹿，絕對不是鹿。我覺得是大象哎。其實我覺得那是老鼠。老鼠吧，大隻的老鼠。好，你們看到什麼線索？它是被養的。哦，有項圈。誰會把老鼠養成大隻？來，我給你們提示。它應該不是老鼠，應該是鼠。你說它不是老鼠，應該是鼠。沒有，鼠類。啮齒類。對。來，我給你提示。他們在找東西，是一隻很大的老鼠。找地雷。老師說過，就是找地雷那一種組織，可能會用一些動物去找那一些。它是白老鼠。排雷小組。對，他會去找那些藏在地下的地雷。我覺得是找水源。找水源。阿哲，你講大聲一點，為什麼找水源？因為它附近都沒有水。然後你有發現這邊很乾，他就一臉很痛苦的樣子。我覺得應該是找地雷，因為那個人他穿那個褲子，如果要找水源，還穿那麼厚幹嘛？你是找水、找地雷、找地雷，確定嗎？ Yes。找地雷的，你們2位就拿台灣獼猴，那你們就只有你一個人台灣。我覺得可能是找地雷，因為它有白老鼠。什麼？要不要改？要。確定嗎？我要公布答案了。這3個人都是找地雷，都是台灣獼猴，沒有台灣黑熊。好，來公布解答，真的是找地雷。有沒有？來，大家看，你們有人知道柬埔寨這個國家嗎？知道。柬埔寨大概在這個位置。好，柬埔寨這個國家，因為柬埔寨這個國家，它有很多的地雷還沒被排除，所以他們就透過這種，有沒有訓練它嗅覺很敏銳的這種大老鼠。剛才我們把它遮起來，你就看不到，其實它確實是有防護設備的。萬一不幸它不小心引爆了地雷，至少你看它的這個防護帽、防護衣。啊，這老鼠好可憐哦。下一題看清楚了。還好。這是什麼？嘉年華。來，阿哲很會找線索的啊，對不對？想猜吧。抗議，巧克力，你覺得他們在抗議什麼？你覺得這個人的動作像在幹嘛？老師，我知道。Basic 是 Basic 基本。Basic。唐明顺，趕快來一個基本的什麼東西？基本工資。基本工資，這樣你也能成。We work for you。啊 ，We work for you 什麼意思？我們為你工作。你們不覺得這些人像在做遊戲機器人？可是我覺得他們的用意是，他們不想像機器人一樣任勞任怨，被別人就是操控，就是不是你說什麼就是什麼。下禮拜開始你站這裡好了，好不好？我來猜，你解釋得很好啊。公布解答，就是阿哲講的吼，他們在爭取基本工資。那這個是發生在瑞士，知道瑞士在哪裡嗎？歐洲。來，大概歐洲中部，它有跟德國接壤，在這個位置。那瑞士他們其實已經是一個高收入的國家，可是他們希望就是不要被像機器人般對待，要提高他們的基本工資，所以在街頭抗議的場面。來，答對2題都對，不簡單哦。下一個。動物題又是動物題，你知道這是什麼？這是什麼？猴子啊！猴子。對啊。有些商人會故意把它帶上面去，拿去街頭賣藝，然後會有人就街頭賣藝就對了。或許你講的是對的。來，巧克力你覺得呢？可是他驚嘆號擋住的是那個娃娃臉上的一個東西，是代表說要猜的應該是那個東西，不是那隻猴子吧？我覺得。給你線索，第一，這隻猴子在捉弄它的同伴。嚇猴子有沒有？猴子嚇猴子，還是剛才柚子講在表演在賺錢？
又是一样的答案，理由是什么？他捉弄头发，不可能头上顶着一个东西吧？我记得好像会有商人可能会用类似玩偶不是会有一些吊线，你可以去操控它，可能是吊线，可能。有没有人要更改答案的？我觉得。OK， 大家都很团结，我们公布解答好不好？好。哎，真的，哎，不是哦，铁链呐，有没有？对，他绑一个链子，是商人在训练他们在表演。我给你多看几张照片。我记错了。看得出来哈，他就是控制他的行为，训练他。那训练他做什么呢？你看有没有？旁边一堆，还有很多小朋友在围观在看，然后他在表演。后面这个就是吊脖，就希望他们，因为猴子其实它习惯是怎么样？爬着。对，四只脚在地上的。他为了让他可以做这些像人的动作，所以他吊着他的脖子，让他习慣站立。那阿勇嘅聲音然後其實係發生到印尼。知道在哪里吗？这附近。不好意思，这里面是澳洲了哈，已经到南半球去了哈，离这个很近，好不好？雅加达它的首都大概在这个位置，哦。到底印尼人有冇利用呢啲黑話來傳承祖先的強力級下邊呢一段影片？第一年嘅記錄後，接上看得到一條帶着面學嘅黑話，今年認真成班同苦，故作就會黑話帶着面學嘅來表演。經過他們保育團體嘅抗議，政府也提出法規，希望民眾冇再過苦讀黑話嘅。其實第四個國旗接上都會有他們表演。像係西班牙嘅鬥牛，寫喺水族館嘅海上韓國海獅，看到訓練嘅過程，同步團體都動手，不可以同步嘅身心受到傷害。今日嘅社會看世界3隻主題10個種嘅相片，現場嘅社會都對2種印象最深。來，柚子，你首先講你的印象最深刻的理由是什麼？就是我可以從後面就是知道他是。就是一看就知道他是非自願的嘛，他脖子都這樣吊起來，他的頭都已經擺成這樣，就代表他已經是一個很痛苦的狀態了。被強迫做這個姿勢。對啊，那後面都已經這樣，那前面這個就是這個人都已經把他用鏈子鏈起來，那他都想要推開了，就代表這猴子很不喜歡這樣人類的行為。那就是我覺得商人為了賺錢而去改變動物的天性，這樣子我覺得是。很不人道的事情。阿哲，你有沒有發現，剛才我們前面看的照片，看這樣表演的人是大人多還是小孩多？小孩多。你的感想是什麼？我覺得其實事實不能怪那些小孩，其實是要可以說怪那些商人，因為他們為了賺錢就去改變動物天性。這樣不厚道。來，巧克力呢？因為這個猴子它一直去抓那個人的手，就代表說他一定是非自願的嘛。而且如果你想要訓練他們站起來的話，你可以用別的方法，你不一定一定要用鏈子把他的脖子綁起來，你可以用別的方法。有放一個他喜歡吃的香蕉，有沒有？在上面一直吸引他，逗他。可是這樣也是不人道的行為，因為一樣違反他原本應該在地上爬着走的這個天性，對不對？好，以上是2禮拜節目內容，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還有精彩內容，下週禮拜6下午的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COA 試캠프，謝謝，拜拜，拜拜，節目大家。總統，我有問題。總統好，我哋去客家電視台嘅 COA 試캠프。您覺得學校有沒有做到五育並重？如果沒有的話，您覺得您應該怎麼做？我的想法很簡單，也就是說，我要小朋友的12年的國民教育是一個完整的國民教育。COA